喺澳門新街坊居住咧就係比較舒適啦、自在啦，個密度就冇澳門咁高啦。呢度啲配套都非常之好啦，咁有衛生中心啦，有長者中心啦，亦都有家庭中心啦。會所入邊嘅設施都非常之齊全啦，服務好接近，但係環境咧就相對澳門就好好多。澳門新街坊嗰個綠化建設啊、配套啊、樓巴啊都比較方便嘅，同埋嗰個管家服務啊都做得比較 OK 嘅，到位嘅。我哋選擇濠江咧，我哋最主要咧有幾樣嘢考慮嘅，一個師資方面啦，一個係環境方面啊。小朋友就去讀書咧，即係馬路都唔需要過嘅，放學同埋返學係非常之短時間嘅。同澳門嘅環境相比，新街坊就多咗好多小朋友玩嘅地方啦。定期佢會 send 個微信群俾我哋，話俾你聽啊，今個星期六有啲咩活動啊，又有接駁巴士來往呢個關口啊。即係等於其實就係另一個澳門咁樣咯。新街坊嘅設施啦、綠化啦，咁特別對於我哋養寵家庭嚟講啦，咁就真係好友好嘅，因為佢哋有好多可以散步啊、可以出去玩嘅地方啊，成個氛圍啦，其實我哋覺得係好悠閒。包括我使用某啲平台去送貨啦、買餸啦，樓下嘅超市啦，老細都好好嘅，跟住成日都可以我哋喺群組入邊留咗好多新鮮嘅餸菜啦，係啦，咁樣其實就夜晚收工翻嚟直接去攞翻屋企就可以煮啦，所以我哋都覺得好好，真係好好。